唔知道大家19歲嘅時候做緊啲乜嘢？今日介紹呢一個人，佢喺19歲嘅時候啱啱決定喺哈佛大學退學，而佢手頭上連一部電腦都冇，但係佢居然敢同當時期嘅科技巨頭宣戰，去爭奪一個價值10萬蚊美元嘅軟件版權。如果佢輸咗，唔單止會即時破產，仲呢一世都冇機會翻身。呢個唔係電影劇本，而係 Bill Gates 人生中最狂妄、最危險嘅一場豪賭。Hello， 大家好，歡迎返到嚟思維手記，我係海倫。平時一提起 Bill Gates，大家腦海入面係咪諗到佢係一個高高在上，事業好似一帆風順嘅世界富豪？又或者你會覺得佢天生擁有160嘅高智商，無論做乜嘢都可以輕而易舉成功？但係佢喺個人自傳《原始碼》入面，就親手將自己嘅天才光環洗去，還原一個最真實甚至係最殘酷嘅自己。要了解佢嘅一生，我哋必須要返去童年時期。1955年，佢喺西雅圖嘅一個中產家庭出世，阿爸係一個超級嚴厲嘅工作狂大律師，佢阿媽對仔女好高要求，係一個有社會地位嘅女強人，所以佢哋係名副其實嘅虎爸同虎媽。而喺呢個規矩嚴厲嘅屋企入面，反叛基因嘅 Bill Gates 簡直係一個異類。佢阿媽就訂立咗無數嘅規矩，好似唔准食飯睇電視啊，玩具唔准擺喺餐台啊。細個嘅 Bill Gates 就當呢一啲說話係耳邊風，而且覺得佢阿媽經常想操控佢嘅思想。但係小 Bill Gates 天生就好中意閱讀，大約7歲8歲嗰陣，已經睇晒全套嘅世界百科全書。佢阿爸阿媽成日見佢咁沉迷，就落咗一道禁書令，明文規定喺食飯嘅時候絕對唔可以打開本書睇。而佢有個好極端嘅性格，就係好倔強，經常講嘢都不修邊幅，所以佢嘅屋企人好多時都會被激到扎扎跳。記得有一次，佢13歲嘅時候同屋企人發生衝突，去到一個水火不容嘅地步。佢對住家人大叫大喝，一向溫和嘅爸爸終於忍無可忍，將一杯凍水淋落去 Bill Gates 塊面度。當時 Bill Gates 一面抹佢塊面，一面講：多謝你啊，爸爸，淋咗杯水落我嗰塊面度。但係我一定唔會低頭，一定唔會妥協。由於 Bill Gates 嘅情緒經常好激動，發脾氣，到最後佢嘅父母無奈之下帶佢去睇心理醫生。檢查之後，醫生同佢父母講：你哋個仔唔係無理取鬧，只係一個智力好高、需要空間嘅天才。聽完醫生講呢一番話之後，令到 Bill Gates 嘅父母明白到，佢哋個仔係唔可以逼，需要俾一定嘅空間佢去發展，佢去探索。於是就選擇退讓一步，俾佢去自己思考自己嘅人生。到佢13歲嗰陣，入讀咗西雅圖最頂尖嘅湖濱學校。就喺呢間學校裏面， Bill Gates 遇上佢人生最重要嘅2樣嘢，就係佢嘅摯友兼拍檔保羅艾倫，以及一台改變佢人生嘅電腦終端機。有一次家長會眾籌咗3000蚊美金，買咗第一部嘅終端機。當 Bill Gates 第一次喺終端機輸入指令嘅時候，螢幕彈出2+2等於4。呢個時候佢即刻震驚起嚟。佢就發現原來世界上有一部機器
只要你輸入啱嘅邏輯，佢就會100%回饋你預期嘅回覆，完全唔似佢父母親咁情緒化。自此之後，佢就徹底愛上寫程式呢一樣嘢。佢喺學校遇上一生最好嘅朋友兼拍檔保羅·艾倫。因為當陣時電腦嘅費用係好貴，佢哋為咗獲得免費電腦時間，兩個就破解咗系統當中嘅漏洞，偷偷咁樣走入咗電腦中心嘅賬號。但係好快俾人發現咗，佢哋兩個就立即被封殺，而且禁止使用電腦大半年。冇得玩電腦嘅 Bill Gates 俾佢阿爸帶咗去行50英里嘅極限遠足。喺呢個大自然嘅苦行入面，佢開始冷靜咁樣思考，如果光靠熱情同埋小聰明係一啲都唔夠，所以必須將程式轉化為一啲真正有用嘅技能。大半年過後，佢哋重返電腦世界。Bill Gates 同艾倫嘗試創業，開發咗一套處理交通流量數據嘅系統，可惜就缺乏咗當時嘅市場經驗，根本冇人買佢哋呢一套嘅系統。之後呢兩個人嘅第一次創業就宣告失敗，連1分錢都賺唔到。到咗1973年，17歲嘅 Bill Gates 考咗入哈佛大學。大家以為學霸嘅佢去到哈佛就一定所向無敵。正所謂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哈佛嘅經驗成為咗 Bill Gates 人生當中最挫敗，亦都係最清醒嘅時期。佢揀咗哈佛最難嘅學科 Math 55。入到去之後，發現全班同學嘅能力都係一啲怪物嘅級數。同班嘅同學竟然能夠喺一啲極難嘅考試入面拎得滿分。多年之後，嗰位同學更加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喺哈佛嘅 Bill Gates 唔再擁有天才般嘅光環，B 級嘅學習成績對一向考第一嘅佢嚟講，簡直係一次嘅嚴重打擊。佢陷入焦慮同埋迷惘，開始用一啲極端嘅方法去放縱自己。佢開始唔去上堂，日日去打牌，希望用呢啲方法去抗拒內心嘅不安。甚至仲因為私下利用哈佛嘅電腦去幫啲商業公司寫程式、做軟件，遭到哈佛調查同埋訓話。佢嘅青春喺呢一刻仿佛走入咗最黑暗嘅谷底。直到1974年12月一個寒冷嘅冬天，艾倫喺廣場嘅報紙攤檔上面見到最新一期 Popular Electronic 嘅雜誌封面，上面介紹世界第一部嘅微型電腦 Autel 8800。呢個時候，艾倫立即拎起呢本雜誌，飛奔到去 Bill Gates 嘅宿舍，之後同佢講：Bill Gates，電腦嘅革命已經開始啦。如果我哋再唔喐手，就會俾呢個時代永遠忘記。喺嗰一刻，Bill Gates 嘅大腦原始碼終於徹底被喚醒。呢個時候，佢意識到個人電腦嘅時代已經嚟到。決定為 Autel 8800寫個程式語言嘅編譯器，但係擺喺佢哋面前嘅幾乎係一個不可能嘅任務，因為佢哋手頭上根本冇 Autel 嘅實機，佢哋仲要憑空寫出一個模擬器，模擬環境同埋做測試，而且記憶體嘅容量極之細。當時 Autel 嘅記憶體只有8個 KB。喺呢8個星期入邊，佢哋日以繼夜咁樣寫程式，將自己嘅精力推到最巔峰。完成代碼之後，艾倫就出發坐飛機去到新墨西哥州嘅 MITS 公司做現場 demo。點知飛機起飛之後，艾倫突然間驚醒，佢漏咗寫最關鍵嘅開機載入程式，冇咗呢10幾行嘅代碼，Autel 根本讀取唔到佢哋嘅資料。
當時飛機已經起飛，冇網絡同埋冇 Google，艾倫只能憑記憶喺飛機上面拎出一張紙同筆，現場手寫開機代碼。如果艾倫手寫代碼入面寫錯咗任何一個位元，成個 demo 就會徹底玩完，而 Microsoft 嘅歷史亦會喺呢一刻終結。飛機降落到新墨西哥之後，艾倫就隨即趕到去 MITS 公司，然後將手上寫嘅開源程式逐個輸入去 Autel， 全場氣氛瞬間一片死寂，所有嘅目光都注視喺呢一部機上面，然後紙帶開始一格格咁樣穿過讀取器。呢個時候，終端機螢幕上面彈出一行字 Memory Size， 記憶體嘅大細。艾倫就手震震咁樣輸入記憶體嘅大小，然後輸入指令 Print 2+2， 跟住螢幕上面就跳出一個答案4 OK。 呢個時候全場突然間掌聲震天，喺呢一刻就係史上第一個電腦軟體成功運作嘅一瞬間，終於向世界證明咗佢哋嘅實力。之後 Bill Gates 同埋艾倫正式成立 Microsoft， 但係喺創業嘅初期，佢哋都遇上咗比寫程式更複雜10000倍嘅問題。當陣時盜版風氣盛行，無數嘅電腦愛好者都會直接複製佢哋嘅開源紙帶，連1蚊都唔肯俾。呢個嘅時候 Bill Gates 佢憤怒之下寫咗一封名為《給電腦愛好者》嘅公開信，駁斥佢哋呢一種行為其實同偷嘢一啲都冇分別。呢一封信一出，瞬間就引爆咗整個業界群組嘅不滿。Bill Gates 喺一夜之間被指為係一個貪錢嘅叛徒，成為全美科技圈嘅頭號公敵。更恐怖嘅威脅隨即而來。MITS 因為財務嘅危機，將自己嘅公司賣咗俾一間叫做 Pertend 嘅公司，而呢一間公司根本唔放微軟喺眼內，佢哋利用合同嘅漏洞，強制宣稱 Microsoft 所寫嘅軟件係屬於 Pertend 擁有，並且禁止將軟件賣俾其他公司。喺呢一刻，如果失去所有嘅版權，意味住 Bill Gates 同埋艾倫嘅心血將會化為烏有， Microsoft 會直接破產。面對擁有巨大資金而且有強大團隊嘅 Pertend， 19歲嘅 Bill Gates 佢冇選擇退縮。呢一個時候，佢最強大嘅後盾出現咗，就係佢喺西雅圖最頂尖嘅大律師，即係 Bill Gates 嘅爸爸。Bill Gates 嘅爸爸用佢最專業嘅法律眼光去同佢分析，而且佢仲鼓勵咗 Bill Gates 要正面迎戰呢一次嘅挑戰。喺仲裁庭上面 Pertend 嘅高層同埋律師都百般刁難，但係有一個咁強大嘅後盾， Bill Gates 佢展現出極度冷靜同埋絕對正直嘅一個態度。佢列出好多嘅證據，證明咗 Pertend 根本冇認真幫 Microsoft 去銷售佢哋嘅軟件。佢哋違反咗合約嘅一個規定，就係必須盡最大努力去銷售軟件呢一條嘅款項。最終仲裁官做出咗一個歷史性嘅判決，就係 Microsoft 勝訴，合約解除，重新獲得軟件嘅完全擁有權。重新獲得自由之後， Bill Gates 立即開放佢嘅軟件，授權咗俾 Apple II、Commodore PAC 同埋 Tandy Radio Shack 呢3間公司。呢個時候 Microsoft 正式成為個人電腦時代嘅核心推手。
睇完 Bill Gates 嘅故事之後，你會發現原來世界首富喺後生嘅時候，同我哋每個人都一樣，都有好多唔完美嘅時候。佢會同屋企人嗌交，會因為同輩嘅壓力而感到焦慮，甚至都行差踏錯好多次。我哋每一個人出生其實都有一套屬於自己嘅原始碼。你嘅倔強，你嘅敏感，甚至乎你嘅不完美，其實都唔係一個不，而係你獨一無二嘅特質。如果你鍾意今日嘅故事，記得 like、subscribe 同埋撳鐘仔。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